因后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有宣布要伫台湾设研发中心，也有 AI 超级电脑中心，因为会当带动产业，也有地方的发展。地方政府即马拢提出条件，希望社回答去遐设厂。高雄市长陈其迈甲美超美执行长杨建雄晚宴制作会，在线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初五伫面前发布相片，透露高市府积极邀请美超美投资信息，陈其迈初六早起证实这件代志，也毋过争取回答方面，陈其迈态度为进前的积极转向保守。不能讲太多，因为不能泄露我们高雄的这个其他我们所提的一些建议。回答会伫台湾成立总部研发甲 AI 超级电脑中心，地点还未定，因为鸿海测试已经宣布会甲回答联手伫高雄打造先进 AI 算力中心。回答执行长黄仁勋表示，超级电脑中心可能会伫高雄，和高雄好社体馆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取消出访行程，积极争取。我们还是要低调的呈现一些我们台南的小吃啦，台南的好，还有把我们的一些台南的基本的环境借机介绍一下。回答设点会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甲就业市场，毋那高雄台南、新北台中拢捧出牛肉。特别黄仁勋提起研发中心可能挖进台北，新北市长侯友宜随自我推荐表示，新北有低中长期土地会当提供产业进驻。人才济济，最重要交通路网非常的方便。而且我们现阶段就有很多的产业园区，台积电以及最大的外资美光都落脚在台中，大家都知道，那台中就是企业以及相关的设厂的首选。除了新北、台中等市都，北市府测试就以首都等区域优势，积极表态争取研发中心。桃园新竹县市甲苗栗同款也提出产业第二等条件，希望得到重视。面对回答增加投资，行政院表示尊重商业判断，也乐见各县市拍拼招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